讲到最近这政治苦啊，性骚扰风波一直逼，总统蔡英文将透过面册，搁再一摆向大众回实的，也发布3项性别改革方案，共检讨性别法规，伫立法院后一个会期列做优先法案。妇女团体也提出修法建议，除了申诉机制爱检讨以外，也呼吁针对受害者提供社工、咨商这寡资源甲因帮助。也妇女团体建议讲，目前牵涉性骚扰的相关法律有3个，应该爱甲性别3法合并起来。性骚扰风波一直逼，总统蔡英文初六嘛伫面册发文，除了搁一摆以总统甲民进党前主席的身份回实咧，也提出3项改革方案，包括订定性骚扰用态指引、改善各环境的性别准则加性别教育、重新审视现行性别申诉的机制，搁有检讨性别法规，伫立法院后一个会期列做优先法案。妇女团体也提出修法的建议。整个性平3法要修法，要把被害人的求助的机制跟服务跟协助的机制要放在里面才对。现在只有申诉而已，它并没有针对专业人员进驻，有一些社会福利的资源进去，是完全都没有这一块。目前牵涉性骚扰相关的法律有3个，包括性别工作平等法、性别平等教育法、加性骚扰防治法。妇安会认为，性别3法当中，性别教育法较有针对被害者提供社工、咨商资源这个帮助，也那性别工作平等法会使讲只有申诉的机制尔。有妇女团体嘛呼吁，3个法律应该合并。假设一个学生他去担任教授的助教，你是学分的关系，那你就是属于性平教育法；那如果你是工作上的一个关系，你就属于性工法。这样就是一个双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。立宪基金会表示，性别3法主管机关拢无同，申诉管道也有无同。但是3法通合并，被害者就通较简单寻求帮助。但是立宪嘛认为，合并的工作无法度伫短时间内完成，所以建议目前要先优化这3法对被害人的服务资源。记者郭明婷随台北报道。